大家好，我係楊言。咁上個視頻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咗咧，就關於我哋中國嘅正統道教啦、民間法教啦、少數民族啦，同埋啲巫教嘅。咁樣我哋因為我哋主打都係響講解東南亞兩國之間嘅一啲民間嘅法教嘅法。咁樣咧，我就再分一分落嚟，今日講解下叫做南傳法同北傳法。咁呢個概念南傳法同北傳法咧，我可以同大家鄭重咁講，係易隱健第一個人提出嚟啊。咁但係而家成個法術界都已經沿用咗我嘅講法㗎啦。啊，記住第一個人講係。咁點解咁樣講咧？因為我自己學咗好多嘅民間嘅法教嘅法啊，正統道教我哋少講下，有機會再可以同大家講。但係我哋講係民間法，咁基本上我自己你能夠諗得到嘅，可能我都已經學咗啦。咁樣咧就我講嘅係南傳法同北傳法咧嘅意思，點解要咁分出嚟咧？嗱，係咁樣講嘅。咁因為其實喺我哋嘅民間法教嚟分，喺唔同嘅地區啊，唔同嘅地方都有一啲相同嘅名嘅一啲教派法脈。例如我哋喺江西啊，江西同江蘇一帶嘅句容嘅茅山，佢屬於正統嘅上清茅山，咁呢度亦都叫做茅山派啦，係咪先？咁但係喺廣東或者係喺東南亞一帶，亦都有我哋嘅叫茅山嘅。好啦，如果一個喺度學江西茅山嘅人，同一個喺東南亞學茅山嘅人，當佢哋兩種茅山去並排埋一齊嘅時候，就你有你講，我有我講，我嘅係茅山喎，嗰個又話我先係茅山。咁其實唔止茅山，其實好多嘅門派都有喺唔同嘅地方有同時出現。我只係舉一個例子。咁作為我哋學法嘅人，係點去分辨呢樣嘢？咁其實我自己學咗咁多個法，睇過佢哋唔同嘅法門，跟過唔同嘅師傅，我係明白其實佢哋有區別。例如我哋喺大陸嘅，比如我哋學嘅江西嘅茅山，佢哋嘅符籙同我哋喺東南亞一帶兩個一帶學嘅茅山嘅符係唔同。佢哋唔同嘅點係在於乜嘢？多數就係符形有唔同，同埋好核心嘅一樣嘢，就係佢哋加嘅，比如北傳嘅茅山，即係比如江西嘅茅山，佢係以慧靈為主嘅核心；而我哋南傳嘅茅山，即係東南亞兩個一帶嘅茅山，佢就會以符膽為主嘅。所以你要明白咩叫慧靈，咩叫符膽，你就分得清楚。哦，原來你係學北傳嘅茅山，即係江西嗰一帶，而你有符膽嘅，你到符要落符膽嘅，你就知道佢原來係學兩廣或者東南亞一帶嘅茅山。咁樣只要你知道呢一兩點佢嘅差異性，你就明白原來茅山係唔同。所以當時我講咗出嚟話有北傳法有南傳法係嘅意義就係將佢分開嚟，因為你唔能夠話我係學茅山嘅，學茅山你學晒咩？係咪先？咁你要知道原來你係學北傳嘅茅山，原來你係學南傳嘅茅山。所以當時我就將呢個兩詞就分開嚟啦，因為我係一個中間人，我既學咗大陸所有基本上嘅法，咁我知道原來喺北方即係中國啊，所以咁講，我哋成日咁講啦，即係南方人都咁講啦。除咗廣東啦之外，都係北方嘅，係嘛？咁北方人咧覺得，長江以南嘅都係南方人，即係咁樣大概咁理解。咁所以就話，我係會將一道符一睇，我就知道你哋係北傳嘅茅山，你係南傳嘅茅山，你係北傳嘅普庵，你係南傳嘅普庵。咁其實咧，當然有啲法咧就係可能喺大陸先有，而東南亞同兩廣係冇。但係有好多法咧係東南亞兩廣先有，而北傳係冇。咁我自己將呢個南傳同北傳嘅界線係點分咧？就係咁樣噶。其實中國大陸啊，即係咁講，其實真正嘅民間法教多數喺長江以南，即係意思以長江為分界。咁其實喺北邊咧好少法嘅咁
北邊咧，我哋即係長江以北咧，多數都係嗰啲正統道教嚟傳真啊呢啲咁樣嘅啫。咁但係好少民間佛教嘅，咁民間佛多數響長江。咁例如點講啦？我哋可以江浙一帶同福建到江西，到湖南，到貴州、四川。咁呢條長江呢條線咧，依帶嘅法係叫北傳法。咁南傳法乜嘢咧？一般就係指兩廣啊，廣東、廣西同埋嗰個東南亞啦，叫南傳法。而少數民族法咧，一般就響貴州、湖南同埋雲南佢嘅少數民族嘅法。咁所以就話只要你咁樣分，你就大約分得出南傳係乜嘢，北傳係乜嘢。咁其實我個網站度咧有好清晰嘅一啲文章去講解呢啲嘅，咁大家有機會可以去我網站度睇一睇嘅嚇。咁有時文字咧會表達得更加清楚嘅嚇。咁咧就係俾大家去了解下咩嘢叫做北傳法，咩叫南傳法，佢之間嘅唔同係乜嘢嚇。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我係引言，一個對玄學法術有深刻理解嘅老師。